人避免为了镜头，拢想讲较莫出去，较无代志，尽量无爱出去外口食饭。餐厅人客一日减真济。颠倒是网络购物的业绩真热市，订单是去年这段时间的5倍。另外，泡面上届有销，罐装的饮料嘛成长6成。其中上抢市的就是冷冻水饺，加销10倍。超级市场的泡面区，架顶明显互人扫货，真侪口味拢互人抢了啊！即马毋若抢脆暗，就连即时的食物嘛真夯。因为密闭空间感觉比较容易被传染，能自己煮就自己煮。肺炎的疫情继续抵消，真侪民众心内惊惊，除了减少外出，就连三顿嘛尽量伫咧厝内家己来煮。就是怕人多的地方，尽量避免外食。1个礼拜出来采购1次，带小孩子可能也预防说出去一直常常跑出去外面走啊，干嘛的。超级市场的业者表示，最近包括冷冻的食品销量明显成长2成，实体店面出现抢买的人，有的人甚至无出门，伫咧厝内透过网络来落订。开工后的订单数跟去年同期成长了5倍，那尤其是泡面跟即食品就是卖得最好，再加上最近天气比较冷，冷冻汤品的销量也有成长，像比较暖胃的麻油鸡，1周可以卖出300多万。根据统计，伫咧大卖场的网络顶管买物件，泡面是上热销的商品，若罐装的饮料嘛成长6成，冷冻的水饺嘛是爆量，是以往的10倍。为着要防止肺炎的疫情，雕厝的经济明显成长，因为煮水饺真方便搁紧，意外成做民众头选。业者强调拢有甲配合厂商来咧堆货，目前进货是无问题，民众毋免抢买来囤货，避免影响到食材新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